美国职棒看法是来看洛杉矶道奇队的球车大谷翔平手感大爆发。小连续2天的比赛是讲出着7支的安打、3支的全垒打、5分的打点，打败着亚特兰大勇士队。 大家拢知影，道奇的日本球星大谷翔平无爱浪费时间，伊就下做第2个指定打击，看头前有补送上垒的 Mookie Betts， 随来展现效率。 Throws one to center field. Harris turns and watches this ball fly. 前一场比赛才讲出超过总教练 Dave Roberts 队史上侪封日本球员的纪录，这天伊阁继续推进道奇队史的数字，第9封嘛是2分炮。道奇队独胜来调分，8局下继续赶进度。 Comes home to Ohtani. Smashes a drive. Center field. Shohei Ohtani. We're gone. 乌塔尼上抢甲掠袂掉，毋但大场2封，规场比赛真效率，4打数4支安打，一封赔464英尺，嘛是本季上远的一封。初めての対戦だったので、どういう感じで来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正直分からなかったですけど、まずは自分のスイングをしようと思っていきました。 八大翔平2场比赛拢总是7支安打、3支红不让5分的打点，道奇终基尾嘛是5比1摕到胜利。伫咧3连战当中，面对勇士是拢总赢。目前3胜6胜的打击率伫咧全联盟是排第1，累积10封，甲其他的3位球员并列上济。本季的奥塔尼上，原来继续赶进度。 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